敬道性命是一连串的赞叹，咱请曾牧师。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万在今仔日的礼拜，我甲咱做伙分享的故事，会当成做咱的祝福。每一个基督徒伫成长的过程中间，拢需要有好的信仰的前辈，一个有品格、一个真实、真心、圣洁、公义、跟对上帝的基督徒，伊常常会影响伊身边的人。你的身边有这种人，影响你对信仰的看法。今仔的圣经拢是12章第1节，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拢12章第1节，足好记。所以兄弟姊妹一定要家己记起来。创世纪12章第1节咧讲起，有一个人，伊叫做亚伯兰，上帝拣选伊离开本地、本族、本乡，伊成做一个万国万族信仰的老爸。佮另外一句话，就是伫希伯来书12章第1节，伊咧讲伫基督教的历史历代以来，有最无限的优秀敬畏上帝基督徒见证人，伊用见证人见证上帝的公义，见证上帝的作为，见证上帝的话语，就像有魂围绕伫咱的生命中。愿天父上帝赏赐你甲我，咱伫咱的一生过程成长。上帝赏赐好的信仰的前辈，互咱坐伫伊的肩胛头，会通看好戏，看上帝伫这个世间所做一切好得无比、精彩无比的人生。麻愿上帝将这个好得无比、精彩的人生，也赏赐今仔日做礼拜兄弟姊妹，互恁的人生精彩，亲像彩云，会当互你的囡仔看到了后，会感觉讲，上帝该疼阮，遐尼疼阮的是大人。上帝，阮的家族有真水的故事。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毋是干那听讲道，咱本身甲上帝讲，祝福我的人生嘛，叫做一个真水的故事；祝福我的人生嘛，叫做一篇真水的故事。祝福恁伫你成长的过程中间，要记得敬畏上帝。敬畏上帝的人，上帝要将智慧、聪明、策略、能力、知识，跟敬畏神的心、神的灵，赏赐予咱。咱的生命要因为安尼来精彩。我要邀请咱，为着要来领受圣神的感动，咱同心来祈祷。万管应的上帝，阮来到你的身边，阮做伙坐伫礼拜堂内底。阮感谢你伫炎热的台湾的这个土地气候，这个节气。赏赐阮了，阁有一个遮尔轻松、有冷气通吹、安静的礼拜堂，有遮尔好的音响、遮尔好的空间。主啊，阮何等的福气！阮会当伫遮尔轻松的环境中间来敬拜你。主啊，求你帮助阮无拄久。主啊，求你帮助阮会当专心一意，伫真好的环境的中间来敬拜你。阮将今仔日的敬拜所有的信息拢交伫你的手中。愿主你对阮讲话，阮安尼恳求祈祷，我归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亲爱的姊妹，这礼拜足无用。拜一拜二，为着一个宋传贤牧师伊过往，这个人有交代台湾的教会唔通甲伊办个别礼拜。伊甲高俊明牧师拢是真伫台湾基督教会有真悬的地位，真受人尊敬。但是高俊明牧师甲宋传贤牧师拢有交代因的子孙甲因的家族讲，唔通甲我办个别式。咱家族就好。因为这是我甲上帝的关系，我无爱真互人安尼袂输歌功颂德，来学了我的智慧，学了我的作为。宋传贤牧师是一个全世界代表台湾和台湾教会骄傲的人。牧师常常有机会参加国际的一寡神学的研讨会。常常我参加国际的神学研讨会的时阵，有真侪国外，特别是亚洲的神学家，拄到的朋友，才神学家，伊常常拢真爱甲我讲，因所了解，听讲台湾有一个叫做宋传贤牧师，伊有啥物做督促，拢亲像要甲我，足爱要甲我聊天，来讲到伊的思想。足可惜，因为这个宋传贤牧师，我一世人无机会
上医的课，因为伊做台南市人院院长的时，我也未入去。后来伊去美国教册时，我才入来。后来第二摆、搁入来台南市人院教册时，我又搁离开台南市人院啊，出来牧会。所以这个老师，我一世人并无真侪机会甲伊做伙斗阵。但是因为伊的文章，因为伊的册，加减啊捡，加减啊读，对我来讲有真大的帮助。伊是一个真特别，互台湾的教会感觉骄傲的人，互阮做晚辈的人，阮伫国际开会中间，真侪人会感受到，这个牧师伊所讲的信仰的道理，连互西方的世界的牧师嘛得到帮助，因为西方的教会有西方教会基督教的文化甲传统，常常有西方的教会的盲点，因看亚洲、看非洲做第三世界，你捌听过这个名词无？好，亲像这个教会是一个较落伍的教会，所以西方的教会应该是来教这第三世界的教会，但是宋传信牧师讲唔是，西方的教会虽然有上帝2000年的人民稳定。但是西方的教会应该谦卑，因为上帝伫这个第三世界内底，嘛有真多伊做救恩的工作。所以宋传信牧师有一本册足出名的，伊的册名叫做《莲花世界》，莲花世界的12家。安尼想这本册大概咧讲啥？伊咧讲伫不教的世界，伫一个他宗教的亚洲的文化，耶稣基督救恩12家嘛伫迄所在。哦。西方的牧师听了，因的目睭就会感觉讲有一个新的反省，因为起头有道，道甲上帝三甲伫地，对无？上帝是早伫地，今仔伫地，甲将来永远伫地，伊是创造的上帝，所以绝对毋是甲咱创造西方的世界。因为亚洲嘛有真多故事，所以弟姊妹，这个牧师伊有一个真特别的解说圣经的方法，就是讲故事。伊一生是一个快乐的讲故事的人，一直亲像讲袂了，讲到90几岁，伊要过身，以后佫继续咧讲故事。伊最后有一个系列的册，伊叫做用新的眼光来读圣经，圣经新节，大概有12本、13本。我也未来不及读伊这种的看法，但是伊有一个最要紧的精神，就是咱要怎样伫圣神的帮助。在圣神的帮助中间，人忽然开窍，伊讲人就有一个第三眼，伊就用禅宗的观念，就用真侪这个他宗教的观念。伊在讲起人上帝所予咱的圣神，就予人忽然有一个属灵的眼目睭，毋是这两个目睭，有忽然有一个目睭，对你的心内会晓悟。亲爱的姊妹，这就是保罗所讲，踮伫咱内面的圣神。独独只有踮伫咱生命中的圣神，伊会当互咱明白人的事甲上帝的事。今仔日我毋是干那要甲咱讲伊的故事那点，一真两日的中间，我专工将所有的工作拢提早安排，将这2天空出来，因为我无机会伫学校听伊的讲课，我嘛无用足侪时间来读伊所写遐尼侪的册，读袂了。但是上少。伫这2天的中间，来自台湾各所在真侪上过伊的课，伫伊的身边甲伊讨论过的这神学家，我真尊敬的几个老师，黄碧和牧师、陈南洲牧师等等这些人，因要将因所了解的宋传信牧师，伊想法内底真宝贝的话来讲互阮听。那会当用2天听了伊一世人所写几十本的册，敢毋是一个足简单的代志嘛？然后这个机会看唔去，所以我将所有时间留咧，这2天唔是干那去听，嘛静静咧想讲，伊讲的有理无？伊讲的安怎？伫迄个中间2日，亲像咧做礼拜，安静伫迄个所在。甲譬如我无机会听到讲课的老师，伫圣神的内面，伫心内来对话。兄弟姊妹，我毋茫我嘛当亲像伊，常常诚做一个讲故事的牧师。会当将圣经的故事讲互活，讲互真，讲互深，嘛讲互浅。所以啊，你姊妹关上帝圣神来甲你三甲伫地。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对圣经的故事内底的福音的道理，愿天父上帝帮助恁，
熬做礼拜，熬做礼拜，毋是讲你逐礼拜拢定时来报道。熬做礼拜的意思就是讲，你有敬畏上帝的心，逐摆来做礼拜，你拢得到启示造就。一礼拜一礼拜，拢咧进步。兄弟姊妹，你爱成做一个真正会晓敬拜上帝兄弟的基督徒吗？阿门。兄弟姊妹，敬拜上帝是一个快乐无比的工课。原咱伫这个宋传新牧师，以一个足要紧，互人称做一个圣经神学，故事神学的圣经学者，故事神学。伊讲，互圣经的故事成做你的活命，也互你的活命成做见证的故事，福音书。兄弟姊妹，伊甲家己设立一个角色。伊讲，我就亲像一个咧解说故事的老师，我讲故事给所有的大人囡仔听。伊是一个桥接2000年前、4000年的圣经的故事，伊将4000年前亚伯拉罕的故事，跟2000年前的耶稣的故事，伊讲给世间人听。伊将历史的故事、圣经的故事，通过伊的反省甲嘴，伊讲给全世界的人。包括台湾人来听，所以兄弟姊妹，这个老师给我的感动就是，应该爱讲货真价实的圣经的信息。我真希望我一生所做的工作，我有尽这种的态度，也希望所有兄弟姊妹在上帝话顶悬恁得到帮助。我安尼简单的，在迄个检讨会中间，我的老师黄平和牧师讲。一个神学生哪会当有迄个福气，对着一个真有圣心、真有真理、真有智慧的老师，伊一生足大的福气。伊讲，你若坐伫一个属灵的长辈的肩膀，你的世界的视野，你也能看世界，你的视觉跟视野会更宽广。兄弟姊妹，咱毋是偶像崇拜，咱毋是咧敬拜这个伟大的思想家，毋是。但是，这个伟大的老师，甲这个信仰的前辈，因就亲像今仔日个希伯来书12章第1节讲，有见证的人，有最见证的人，亲像魂围绕伫咱的身边。这是今仔日我要邀请兄弟姊妹，常常伫基督的中间，甲上帝祷告，主啊，互我当拄着我人生的贵人，互我伫我人生的中间会当拄着一寡真正咧讲道理的时代。毋是遐乌白讲的时代，互我会当判断什么种的话是真正对、有价值，阁是真理的话。原咱就今仔日的礼拜，咱来听今仔日的圣经，怎样对咱讲话？牧师阁甲咱提醒，今仔日圣经拢几章几节？12章第1节，创世纪也是12章第1节，希伯来书也是12章第1节。兄弟姊妹，有当时牧师用安尼甲你提醒，毋是故意，嘛是故意。故意就是要帮助咱好记，但是好记毋是咧记12章第1节，好记是咧记迄个圣经的经文中间伊的真正的意思甲重点。愿上帝讲互咱听，今日圣经安尼讲，咱既然有侪见证人，这是好本中文的翻译。咱既然有侪见证的人，亲像魂围绕伫咱的身边，咱来做2项代志：放下跟脱去。所有的信仰的讲道，也是讲见证，拢是要互人离开遐糊涂、遐罪的捆绑。今日圣经讲，恁就放落重担，脱去填半恁的罪，来按所采标，按伫迄个摆伫咱头前的上帝的应允来努力甲跑走。兄弟姊妹，愿咱做礼拜，咱拢有一个心意，听讲道毋是空有感动。听讲道感动了后，最要紧就是行动，爬起来行。耶稣甲迄个摆开讲，我用天父上三位一体上帝名，互你爬起来行。耶稣咧行神迹，敢若出一个嘴，上帝观念讲，我互你看见，我互你爬起来行。所以兄弟姊妹，咱莫做青梅基督徒，咱嘛毋通做无行动的基督徒。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祝福咱，跟随领袖。咱军队保罗亲像保罗军队耶稣，咱军队希罗阿妈，
咱其实毋是军队伊，咱是受伊的感动，咱欢喜，甲伊做伙当做工。我拄则讲宋传祥牧师，咱毋是对伊的思想，咱是对伊伫上帝面前所得到圣经的真理的智慧。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我要甲咱分享一首诗，这就是今仔日牧师讲道的题目，也就是咱伫希罗不容易牧师所用的讲道的题目，叫做“生命是一连串的什么赞叹”。人的人生，哇，这个哇，这字英语叫做 astonishment， 这个字就是真惊吓，看到一项大代志发生，嘴开开，唔知要讲什么话。astonishment 这个字就是这个意思。有一个20岁的少年人，伊的名叫做 Carlos Wojtyła， 这个人，伊伫全世界上出名，毋是伊细汉爸母予伊的名，但是伊伫20岁的时阵，这个人对7岁开始都有一种艺术的运势，所以伊的爸爸妈妈予伊伫细汉的成长的过程顶边受真多的艺术的训练，所以7岁就开始演剧，就像咱的主日的囡仔伫教会圣诞节拢会演剧同款。这个 Carlos Wojtyła 这个人，就是后来真侪天主教的教宗，伊的教宗的圣座号的名叫做约翰保禄2世。牧师真幸运，我伫1995年有机会伫一个神学访问的旅程对瑞士去罗马，伫罗马梵蒂冈的时阵这个约翰保禄2世亲自接待阮遮对全世界去的神学生甲牧师，阮有40几个人去拜访伊，伫迄个中间擦身而过尔，无讲什么话，干那握一个手。我会记得，我以后会记得迄日我甲伊讲什么话，因为我真心中要去甲伊做伙见面，因为我感觉我是全台湾伫今年、迄年中间唯一一个代表，我是台湾代表所有台湾的教会兄弟姊妹，包括咱的总会。去拜访伊的时，我甲伊做伙的时候，我应该有什么种的姿势，有什么种的行为，什么种的言语，所以为着要甲伊见面的前一暗，我想足久，我真清楚甲伊讲，我对台湾来，真短一句话，互伊知影我是代表台湾的教会，感谢伊伫迄个所在甲伊见面。所听的姊妹，咱伫人生中间爱常常想，你是什么人？你代表什么？这个人，我看到伊的气质，后来听到伊的故事，后来我真有兴趣，因为我感觉伊的气质真吸引人，所以后来我读真多伊的传记，看伊的电影，伫伊的电影中间，我受到足大的影响，因为这个人是几百年来头一个是对毋是罗马产生的教宗，过去拢意大利人咧做教宗，因为罗马的传统。但是伊是500年拢总毋捌改变的这个传统，伊是波兰的真要紧的一个教宗。这个人我捌甲恁讲过伊的故事，精彩无比。但是今仔因为时间真长，我无法度讲真多伊的故事。伊写一首诗，甲一本册的迄个诗集，甲伊号名叫做《隐藏的上帝》。伊讲我的上帝好像就看袂到。我的上帝好像就伫黑暗中，我的上帝好像就伫一个虚有、啥物拢无的一个世界。伊为什么会写这段诗集？伊20岁到25岁这段时间，是伊一个真痛苦，也是伊的思想足大会改变的时间。为什么？因为迄个时阵的波兰拄开始是德国的军队、纳粹军队进入来侵占波兰的时阵，所以当这个德国的纳粹党军队进到波兰的时阵，波兰的教会受足大的冲击，伊的同校有真多犹太人互人枪杀，所以伊伫迄个中间看到讲，上帝你开，伊毋敢讲上帝是青梅啦，伊会感觉讲上帝好像就一米起来，看袂到上帝，所以伫迄个中间，伊的文字，因为上帝好有一个足大的文字，就是艺术。伊真后写诗，伊演剧，伊真爱这种思考的问题，伊伫迄首诗的内底，就是迄绘本的迄个诗集内底有一篇叫做《上帝的爱》。伊讲爱其实可以很简单，
亲像牧师捌甲恁讲过，因为一个人甲这个爱的道理讲互伊听，迄个人是一个足平凡的裁缝师，伫伊街头运动来反抗迄个纳粹的党的时阵，枪支伫咧街头安尼飞来飞去，迄个门忽然行过街头，因个门开开，甲伊拖入去，所以伊无叫枪支拍着。甲伊拖入去的人，就是一个裁缝师。迄裁缝师甲伊讲，伊讲爱总比得胜，爱总比胜过邪恶，黑暗总比消失，因为光临到，光若到，黑暗就离开。这个少年人忽然开去，伊伫这首诗最后一句话，伊讲：人的生命亲像迄个大风大影。伊的英语讲 ：Life is a wave of astonishment。意思是讲，这大影这么悬，这么深，伫迄个大影看来时阵，安尼话要无命台湾人会感觉讲，我的人生这大影安尼看来，袂哇。这句诗就是安尼啦。伊讲，确实这么深，这么悬，这个影到伊一生最后才知影讲，原来上帝作为奇妙无限啊！所以后来伊做教宗的时阵，有人用这句话来代表伊的一生。伊讲，人的一生是一连串的赞叹。我是一个真平凡的波兰人，我何德何能，加做天主教的教宗？你我咱何德何能？咱做上帝子儿。伊最后一句话讲 ：Don't ever be afraid。意思就是讲，不要害怕，永远不要害怕，迎向前去。愿上帝的圣心鼓励咱在座青年，上帝给你有勇气去面对困难，不要害怕困难，不要害怕危险。越是困难，越是危险，勇敢的向前。上帝要甲咱撒个地地。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这个少年人伊这首诗隐藏上帝之歌，伊叫做 Carlos Wojtyła， 这个人，伊讲伫苦难虚无中间，绝不要害怕。伊到第迄句话，伊是安尼，迄句话是安尼讲。歹势，应该。伊这句话，伊讲我的上帝从遥远的地方来，我的上帝伫天顶真远真远的所在来。伊来到伫我的面头前，虽然我看袂到伊，伊来到我的头前只有一步，虽然我看袂到伊，伫伊甲我中间好像是一个黑暗，是一个空虚，但是我知影，伊伫我的面前，这就是以马内利的神学。所以听的姊妹，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会通伫这个所在听上帝的话。上帝对于阿嬷马希洛讲，上帝对于这个卡洛斯安尼讲，上帝嘛对宋传贤牧师安尼讲，今仔日上帝嘛对咱安尼讲。牧师要解说这两句话，也希望对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成做一个脱胎换骨的基督徒。今日圣经上帝对阿伯来喊，伊的名也未叫做阿伯来喊。圣经你也注意看，伊叫啥？阿伯兰。阿伯来喊，自就拄着上帝了后，伊落尾才改名做阿伯来喊。伊原本的名叫阿伯兰。上帝甲伊讲，你爱离开，离开什么？伊才讲三项。离开的意思就是你爱改变，你爱跨越迄个鸿沟。后来阿伯来喊真正离开伊的故乡，跨越长。恁有伫喜乐保院做礼拜的人，恁听过牧师甲恁讲，迄条河的名叫做啥？幼发拉底河。咱人每一个人人生拢有一条河来阻挡咱。咱若搬会过，你就成功；你若搬袂过，你就挡伫原地你的老我的内底。所以上帝讲你爱离开，基本上这个意思足深。牧师捌用这篇讲过来哈，你会记无？你毋是干那离开你的故乡，你要进入你的内底，因为你要伫你的内底找到上帝讲。4000年前的圣经较有上帝讲，上帝讲敢是2000年前耶稣来才讲的吗？所以4000年前上帝所讲的话，已经甲阿伯拉罕、甲万世代基督徒拢有讲起。你就要安静进入你的心内，
你才会当听到上帝国应允迦南地，就是天国的应允。他的姊妹，圣经遮尔深，所以一个神学家是跨越时空、桥接历史故事甲信息的一个工作者。愿上帝圣神甲咱三甲伫地，伊伫今仔日顶冠，伊讲：你着离开本地、本族、本家。这是三项代志：第一，社会性；第二是文化性；第三就是你的原生家庭。本地是一个社会的组织。人生活伫什么城？人啊生活伫德东是德东人的气质；人啊生活伫宝岛的宝岛的气质；人啊生活伫台北市就台北市的气质。敢会有无共款？90%拢共款，但是小可有无共款。离开本地，离开本族，本族是啥物？本族就是你的民族的文化，你的民族的气质。离开你的老爸家，什么意思？脱离你原生家庭互你的价值观念。每一个家庭都有原生家庭的价值观念，恁同意吗？父母常常甲囡仔讲，你着安怎安怎安怎，你将来才会成功，迄就是价值观念，恁同意无？但是咱讲的无一定对呢。咱爱拄爱要圣经甲囡仔讲，你着爱安怎安怎安怎，你才会当安怎？毋是成功，是成就。毋是成功，是成就。成就什么？成就上帝伫你人生中间的计划，上帝的安排。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摆做礼拜，我拢带着足欢喜的心，甲恁分享圣经。因为逐摆圣经若无感动我，我拢会行袂起来这个楼梯。什么意思？我若无感动，我要行这个楼梯，我拢会淡淡讲。伫今仔日个礼拜，我毋知要用心中的感情。甲咱分享上帝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今仔上帝的话甲咱讲：恁爱离开，爱放落，爱脱去；恁爱离开，爱放落，爱脱去。兄弟姊妹，毋通讲啊！我就是这种人，牛牵甲北京嘛是牛。人啊，个性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圣经甲咱讲，跨越风过的话。阿嬷的话嘛是安尼，伊讲上帝感谢上帝，赏赐我一个完美整全又有滋味的生命，恁会记无 ？Full and interesting life， 你敢买？哈这一定爱啊！其实吼，我足早就在看到阿嬷这张批，因为小小咧照顾阿嬷的事，伊是伊足好的晚年的照顾者，所以迄张批。毋是到阿嬷过身我才看到，但是小小伊摕到迄个批的时阵，伊又甲我讲：牧师，阿嬷有一张批，我甲伊讲，你甲伊放倒倒去，你甲伊放倒倒去，到阿嬷过身迄一日，咱才摕出来读。所以兄弟姊妹，当我听到阿嬷读到伊所写这张批的话时，我心内甲上帝祷告：主啊，伊有的我嘛要有，现在你买无？要长岁寿到13岁，而且好得无比，这啥物人不爱？那我长岁寿是互插讲，迄我不爱啦。我真正讲讲，唔通甲我插讲，我的妈妈就甲我讲安尼，这是阮兜的遗嘱啦。我的妈妈拢讲唔通甲我插讲。那是93岁，就爱精精彩彩，搁安那好得无比健康啦。兄弟姊妹，牧师嘛祝福恁，因为咱的上帝是祝福人的上帝。咱的钱是要来放起来，毋是要浪费伫倒伫迄个慢性病房啊！你同意吗？较侪钱互你嘛，无采工。咱上帝讲，上帝这拢毋免浪费掉，毋免浪费伫迄个慢性病房。上帝所有你想事过来，我有教业，这有教业，千有教业，用一生就教业，剩下拢留互你。摇花想事，摇花收回。所以你姊妹，人的人生是遮尔精彩，恁愿意嘛？阿嬷是安尼，我相信咱嘛安尼。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伫地，感谢上帝赏赐我一份丰盛又有趣的生命。咱的人生爱讲甲嘴甲全破，咱的人生爱有故事，咱的人生爱因为圣经的故事和咱故事，结连做伙，冲击新的故事，冲击咱的故事。所以咱的故事毋是输，咱的故事因为圣经故事冲击，所以咱就改变。就放下，就
脱去。兄弟姊妹爱改变，为着受祝福改变。咱的改变是要为着领受福音的大权能。兄弟姊妹爱改变。你爱甲上帝问讲，主啊，我什么所在、什么个性爱改变？上帝甲你讲，比牧师甲你讲较有难。然后牧师讲，但是歹势，但是若有上帝甲咱讲，咱欢欢喜喜改变，为什么？因为迄是一个上帝荣耀的话，所以上帝甲阿伯兰讲，你就离开，唔能够做旧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咱跨越那种习惯的鸿沟，阿嬷跨越太平洋，亚伯拉罕、阿伯拉罕跨越幼发拉底河，整个的民族4000年前就改变。兄弟姊妹，你敢知影咱4000年以后，咱的家族会安怎？但是上帝若要改变咱的家族，你甘愿意跟对伊的脚步？求天父上帝甲咱撒卡定。今仔牧师只有讲2个功课，做咱的祈祷。第一，甲上帝约束。兄弟姊妹，将你的一生恭恭敬敬，将你的一生恭恭敬敬交伫上帝的手中。主啊，你今仔日经阿伯来喊。你无理由无经我，主啊！你经阿伯拉罕进来求你，我甲你立约。牧师要甲咱解说，这个约足重要。无论伫圣经中伊的排列次序，伊为什么12章第1节有原因的？以后才甲咱讲，因为这讲起来一段路老长，因为圣经的设计有足深的物件。但是阿伯拉罕甲上帝约束足多100年。伊甲上帝约束的时阵，伊也未成做大国大族，但是照这个约束，伊也无为伊的囝以撒。但是后来伊的人生100年的人生，全然给上帝。上帝经伊的一个理由足简单，注意听。上帝经阿伯拉罕毋是要互伊大富大贵，上帝讲要互人因为你受祝福。借我施恩福，因为你互人得到祝福。像这你愿意像做这种人吗？你讲牧师我愿意，但是我无把握，我有能力通祝福人，唔通看清自己。唔是咱我都祝福别人，变靠你家己，手捧你的杯，主若将伊的福气放伫你的杯内底，你自然而然你就有才调祝福人。毋是咱祝福人，毋是咱祝福咱的囡仔，毋是咱祝福咱的家族，是咱拼靠咱家己。圣经大笔伊讲，手捧救恩的杯。保罗讲，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你会记无？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敖听讲道，敖听讲道的人，毋是讲听会记的尔，是听了伊的性命就变安尼。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礼拜。第二，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地带与神同行，好得无比。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祝福咱，毋是别人祝福咱，是上帝祝福咱。伊从细汉嘛无想着讲，有一日会当代替阿嬷继续做阿嬷的工作，对无？终身，敢毋是安尼？所以，兄弟姊妹，不是干那因两个人有好的无比的生命，我们的教会也有好的无比的故事，因为恁就是这个故事的人。有的人不是伫咱教会做实际伫咱的教会会友，但是伫咱的查经班，因真的参加查经班，伊讲牧师，你有答应得等教会代志，你一定照安尼照安尼做。你敢知牧师答应什么会？牧师答应为得等教会写一个见证的故事，恁会记无？但是到今我真正是无闲，嘛无时间通写这本册。伫查经班的中间，我咧分享，我又搁想到，空嘴报纸，若无照安尼做开，我讲若有一日我退休了。若有时间，我才来写。我真正嘛无把握讲，我退休了，我有时间通静落来写咱得等教会故事。写得等教会故事，敢有需要吗？兄弟姊妹，
恁若将这故事讲出来，敢就爱牧师写？恁会当讲，阮伫上帝手中，阮的生命安怎改变？当然，牧师真欢喜。如果若要个上帝有带领，我真欢喜写一本农村的教会怎样对玉米门关起来。后来农村的教会成做一个上帝稳定。见证的人最多，亲像云围绕伫这个世间的中间。阮弟妹上帝甲咱三个弟弟，兄弟姊妹，第二个甲上帝立约讲：主，我要与你同行。今仔圣歌对唱这条歌，都是美秀经这条歌吼。圣歌对这条歌内底有一句歌词讲：要走与主，走什么路？窄路，你会记无？你有安尼唱哦，爱安尼去努力。耶稣讲，世间有两种路，一种路是宽阔，叫做台湾大道，又个宽，人个多。但是进天国的路是一条矮少人行的路。世间有两种门，一种门是安那豪华亮丽功成名就。但是有另外一种门是细细迄个门，通到天国的门，通到天国的路是少人行的路。兄弟姊妹，你有在这一条路上吗？你愿意在这条路上吗？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是做德登教会的信徒，咱是做上帝的家人，好唔好？爱足清楚。咱毋是做德登教会的会友，咱是做上帝的家人。愿弟妹上帝今仔日，伊出声对你讲话，将牧师讲不了的话，将你所需要的话，将上帝量身定做要予你的。上帝讲，你就离开你的本地、本族、本家。佮一摆牧师解说互咱听，你哈。这个字有两种的解释，希伯来语因为伊这个相关语，一种就是说向前走，是地理上的离开；，佮另外一种是 go into， 就是进入你的内心。迄个进入你的内心，迄个意思，犹太人看伊最宝贝，一直到耶稣重新解说这段圣经的话，人问耶稣讲：上帝国伫什么所在？耶稣甲伊讲：伫什么所在？上帝国伫你的心内。亲爱兄弟姊妹，进入你的心内，伫心内找到上帝，甲你准备天堂的乐园。愿上帝祝福恁，咱做伙同心来祈祷，求天父上帝帮助阮生命改变。伫今仔日圣经中间，阮听到主你的差遣，离开阮的糊涂，离开阮无好的习惯，离开阮旧的遐个错误的习惯思考，主互阮的老我，甲耶稣基督同顶伫十字架顶悬，放下、脱去、颠覆阮的罪遮的无好的这个世俗的价值观念甲欲望。所以求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改变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互阮拢真做一个真正会当荣耀你，受上帝你的好的形象，你的荣光尊贵，甲阮三甲弟弟。互阮无看起阮家己是一个草地人，主啊，互阮无看起阮家己是一个年老的人，主啊，阮看起阮家己是上帝你怎样何等云台，将主你家己的荣耀关联，你的国度放伫阮的中间。主，这是阮心所求，嘴所讨。愿主你照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伫阮的中间来成就。阿门。